我们都再冷静一下，我觉得还有其他方法。你不明白龙果对于百姓的意义。你偷盗龙果，为我治愈心疾，我必须受罚，才能替你解围。芊芊，你作为义城郡主，又让人喊你三公主，有些责任你是逃不掉的。郡主，是不是不当郡主就可以不负责任了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母亲，我本来就文不成武不就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用。你非我为庶人吧，三公主，我不当了。胡说！你是我的女儿，怎么能不当郡主呢？城主，看着三公主和韩少君情比金坚，若再这样僵持下去，恐怕三公主的境遇会更加难了。芊芊，你知道你成了庶人之后会是什么境遇吗？我有韩硕，我不怕。你这么信任我？不准擅闯月离府！他现在只是庶人，陈芊芊什么都不是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让开！不能进去！林七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有仇报仇，有冤申冤喽。来，说。小的有冤要申。三公主府生活奢华，从小店订购了一批琉璃盏用具，整整500件，只付了纹银5000做定金。可过去整整2年了，剩下3000两尾款，至今未付。小的几番催促，可今日推明日，明日推后日，明日复明日，致使小店日渐亏空啊！这么过分的？子睿，你去。还有小人的杂货店，是三公主亲信子润下蛋，以公主府的名义，要求小店以原地市场价格定制1根竹筒，还要免费赠送三公主499根呢。三公主真是欺人太甚，三公主真是欺人太甚了。能为三公主效劳是你们的荣幸。那今日呢？她是不是该还债了？你，三公主还债！陈芊芊，还钱吧。带他们去平账，把欠他们的钱全部还给他们，搬空月离府也要还得清清楚楚。去，搬东西去。好，走，搬东西，快走！我们干什么？你们不能这样！不能这样！你们不可以擅闯！不能进，不能进啊！这个给我！干什么？东西放下！放下！不能拿，放下！这个我要这个。林七小姐今日威风，与我往常无异。小心，风水轮流转呐！三公主，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。没事儿，不要了。还有古董啊！不要了。玉器和首饰也都搬走了。给他。三公主，麻烦你起开一下，我看您身后这椅子挺不错的，怎么着也能抵几两银子吧？哎，子睿，淡定。上。
你钱东西都拿走了，够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重头戏还在后面呢。来人，带苦主。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。公主抢先当日，当街纵马，遭着小儿腿部骨折。哎呀，落下残疾呀！这么久的事情了，你今天才来找我？证据，你给我看证据。众人都知道三公主你目无法度，肆意纵马，横冲直撞，那自然有老百姓被你撞到啊！你说是吧？你讹我？不，这腿它……我也知道，我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一条命了。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废人，想反抗也反抗不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打我吧。少君，我来解决。他们就算把月里府搬空了，我养你。唉，真是情比金坚呀。有我在，谁敢？往日仗着你的身份，我让你3分。如今，你不过就是一介平民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就凭着一个玄虎城的少君，你还能怎么狂？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裴恒，这不是已故裴思君的府兵吗？是啊，还有裴思璇呢。对呀，他怎么带着人来了呀？不管芊芊是否还是三公主，她都是我裴恒定亲10几年的未婚妻。她欠你们的东西，我来归还。钱财、人丁，都可以到裴府去凭账。至于腿，不如从我身上取。他已经被废为庶人了，他配不上你了。再说了，韩硕喝了龙骨汤，身强体健，你就算再等个20年，你都等不到。韩少君是否喝了龙骨，都不会影响我对芊芊的师生情谊。裴思璇，芊芊的生母是当今城主，芊芊的姐妹乃下一任城主。芊芊即便是一介废人，也有玄虎城少君相伴在侧，也还与我有婚约在身。芊芊仍然是花园城最尊贵的女人。我就知道你总是护着他。芊芊，芊芊，我没使劲儿啊！你讹我啊！